今日係10月30號星期四，幫講出聲之日快遞，同大家分享一則近日喺地鐵上面發生嘅熱話。有一個大叔大鬧東鐵，結果俾人一腳伸出車廂，直飛月台啊！東鐵線金鐘站忽然變成臨時 MMA， 一場車門攻防戰喺晚市繁忙嘅時段上演。10月25號大約晚上9點半，一個身穿灰色外套嘅大叔喺月台邊緣高調咁樣出場，一邊爆粗，一邊用手硬撐車門，令到車門欲關不能。有港鐵男職員趕到勸喻，苦口婆心咁樣叫佢先生落車講啦。無奈大叔一時被推開，一時又衝前，列車硬生生俾人拖住走唔到，月台嘅氣氛越嚟越緊張。點知戲肉就喺下一秒，當大叔再度撲向車門嘅時候，車入邊突然傳出嘭嘅一聲悶響，一個男乘客疑似起腳直送，大叔胸口中招，成個人好似冇尾飛陀咁樣飛向月台嗰度，仰天按頭咁樣慘叫，好痛啊！報警，打死我！一個黑衣男子隨即主動落車，同職員一齊處理，仲補一句我唔識去㗎。列車終於可以開出，月台呢班人先至鬆一口氣。涉事嘅影片喺網上面急速咁樣瘋傳，留言區火花四濺，一邊就有人封黑衣男係一腳超人，就話道理嘅盡頭係物理，認為阻門者拖累全車，出腳係非常時期非常手段。另一邊就嚴詞反對，以安全為先，擔心一旦後腦着地會釀成重傷，甚至係演變成更加嚴重嘅刑事後果，強調無論如何都唔應該以暴易暴，形容事件係雙輸嘅結局。警方其後證實，當晚9點幾接獲男子報稱被打嘅報案，現場所涉嘅男子身上有酒氣，清醒咁樣被送往瑪麗醫院檢查。港鐵亦都有回應，話金鐘站當晚確實係有乘客爭執，一個男乘客報稱不適，由救護員送院。港鐵再次呼籲乘客互相尊重同埋禮讓，營造安全舒適嘅乘車環境。事件的確係令人搖晒頭啊！喺港鐵嗰度阻擋車門、爆粗滋擾乘客，毫無公德心，拖慢全車人嘅行程，理應譴責。但係同一時間，以腳相向、以暴制暴，絕對係唔可取嘅。唔阻門係底線，唔喐手亦都係底線啊！忍一時風平浪靜，退一步海闊天空。偏偏兩邊都揀咗一個最壞嘅選項。嗰個阻門爆粗嘅大叔情緒失控，累人累己；而出腳相向嘅男子雖然可能係出於替天行道嘅衝動，但係一腳之差或者引致受傷，或者會引嚟官非，最後邊個都冇好處。呢一啲正正係典型嘅雙輸。香港係文明嘅社會，講嘅係秩序同埋規則，而唔係靠一時之氣去解決問題。大家各退半步，城市自然就少好多無謂嘅悲劇啊！